你好，我係李立本。聯邦政壇變天，自由黨以壓倒性優勢擊敗保守黨，組成大多數政府，闊別10年重掌政權。領袖杜魯多以後任總理身份召開首次記者會，宣布喺11月4號公佈內閣名單，正式宣誓就任。43歲嘅杜魯多領導自由黨勝出大選之後1日，宣布會喺2星期後完成組閣，盡快開展新一屆政府。Wednesday, November 4th will be the day that we announce the cabinet. At that point, we will have access to the wide range of levers of power of the government. Until that point, our constitutional obligations is that we have a single prime minister, and on November 4th, it becomes me. 杜魯多表示已經同多國領袖通電話，加強溝通，更加特別向美國總統奧巴馬展述自由黨政府嘅反恐立場。We talked about Canada's continued engagement as a strong member of the coalition against ISIL, and I committed that we would continue to engage in a responsible way that understands how important Canada has as a role to play. 杜魯多帶領自由黨喺尋日嘅大選中，以大比數擊敗爭取4度執政嘅保守黨，以及喺競選期間一度民望高企嘅新民主黨。自由黨喺新一屆國會338席當中奪得184席，保守黨有99席，新民主黨只係得44席，其餘灰人政團有10席，綠黨就有1席。自由黨喺11個星期嘅競選活動當中作出唔少嘅承諾，當中包括當選之後第一個提交國會嘅議案，將會係降低中產階層嘅稅率，由22%減至20.5%。另外就會向年薪超過20萬嘅高收入國民加稅，新增一個33%嘅稅階。其他被列為首要工作嘅仲包括改革兒童福利金、減少高收入家庭嘅金額，仲有係取消保守黨政府倡議嘅夫婦分開報稅計劃，以及維持國民喺65歲可以領取老人金，取消保守黨政府提出延遲到67歲嘅建議。執政10年嘅保守黨領袖哈柏連任失敗，決定辭任黨魁。同樣喺競選當中慘敗嘅新民主黨領袖唐文凱就去向未明。尋晚大選點票結果明朗化，確定保守黨連任失敗之後，黨領哈柏喺卡加里選區發表演說，表示接受國民嘅選擇，但係強調保守黨一定會捲土重來。The disappointment you also feel is my responsibility and mine alone. But know this for certain: when the next time comes, this party will offer Canadians a strong and clear alternative based on our conservative values. 哈柏其後透過保守黨主席發表聲明，表示會選出臨時黨領，自己只會留任國會議員。另一方面，喺大選中喪失正式反對黨地位嘅新民主黨領袖唐文凱喺滿地可選區話，會遵照國民意願，努力喺議會工作。I want you to know that we will work for you each and every day in this new majority parliament. With this election, Canadians have asked us all to work for them. We will not let them down. 但係唐文凱並冇明確透露會唔會留任黨領。今屆大選全國20幾名華裔候選人當中，有6位成功晉身聯邦政壇，當中3位嚟自大多倫多地區。其中當河谷北選區就產生本國第一位擁有中國移民背景嘅國會議員。陳善儀報導。幾百名譚耕嘅支持者尋晚喺佢哋嘅祝捷會場踴躍歡呼，出戰多倫多當河谷北選區嘅自由黨候選人譚耕得到2萬幾票，以6000幾票拋離保守黨候選人，成為本國第一位擁有中國移民背景嘅國會議員。作為第一代技術移民，專門研究核電化學嘅譚耕表示，上任後會積極為華人社區發聲，同時協助本國改善加中關係。可以算是第一代的大陸移民出來競選國會議員成功的，所以我感到自己的擔子也很重，因為我要把很多信息通過我們華人的聲音的華人社區的聲音 pass 到我們的這個所謂主流我們社區，讓加拿大人知道，讓他們知道華人在這邊也願意來跟他們一起來生活，願意建設加拿大，也願意成為加拿大一個積極的一部分。
而喺士嘉堡北選區初試提升嘅自由黨陳勝元成功晉身國會，以接近19000票擊敗對手，比第2位嘅保守黨候選人多8000幾票。首次參與聯邦選舉嘅陳勝元表示，憑藉喺教育局嘅工作經驗以及競選期間同選民嘅接觸，未來佢會致力改善年輕人就業前景，又感謝選民同家人嘅支持。Throughout my many years on the school board and prior to that as a very young activist, when I was chair of the Scarborough Youth Council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t's always for me been about championing our young voices, making sure that we're heard. And so to run in a riding that has a younger population and as well to see so many young people step up to the plate, it's very encouraging, and I hope that continues to build in the years to come. 士嘉堡愛靜閣選區則由自由黨嘅陳家樂以2萬幾票順利爭取連任，大約係5700幾票拋離咗同樣係華裔嘅保守黨代表常斌。陳家樂指大選結果反映選民渴望求變，自己喺過去1年成功對抗癌症，未來將會爭取機會同士嘉堡區多位自由黨國會議員一齊攜手合作，改善民生。GTA was literally painted literally almost red across the board. Just in Scarborough, I'm going to have 5 other, along with myself, 6 wonderful Liberal colleagues to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 better Scarborough. Right? There are lots of important initiatives that we need to work on. 佢亦都表示上任後會致力服務選區居民，支持聯邦自由黨政府施政。除咗3名新任或者連任當選嘅自由黨國會議員，全國仲有3名華裔當選，包括代表保守黨嘅莊文浩，成功喺 Wellington Halton Hill 選區取得3萬幾票，以超過50%得票率重返國會。而喺西岸方面，保守黨嘅黃陳小平只係以400幾票之差險勝對手，保住列治文中部選區議席。另外，同樣係西岸嘅溫哥華以東選區，新民主黨嘅關慧貞以萬幾票之差輕易擊敗對手，成功由省級政壇晉身聯邦政壇。今次大選，即使有豐富從政經驗嘅華裔候選人都落敗，包括咗新民主黨嘅周志偉以及係保守黨嘅梁忠森。陳善儀報導。爭取連任嘅多倫多維紐蒂選區保守黨候選人梁忠森喺自由黨壓倒性優勢之下，以7%嘅得票率不敵自由黨代表，失落國會議席。對於選舉結果，梁忠森亦始料不及，但就表示尊重民主制度同埋選民嘅決定。佢更特別指出，選區中有大約1/4嘅華裔人口，如果有更多華裔投票，可能得票率會更加理想。你喺一個全國嘅情形嘅時候咧，你就唔係淨係我哋嘅損失嚟咧，你睇下全國都需要損失，咁所以好難講嘅係咪？你全國嗰啲選民話要換一換政府，咁佢哋有呢個權利㗎嘛？多倫多市中心士巴丹拿約克堡選區係今次大選中備受關注嘅選區之一，有豐富從政經驗嘅新民主黨候選人周志偉以不足3成選票不敵自由黨嘅魏德芳，黯然落敗。周志偉嘅支持者都難掩哀傷。This is not the end,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dream, no little dreams. Okay, we'll actually continue with the same spirit, and it's only 4 years, and we'll be back. 面對自由黨一面倒得勝，周志偉喺開始點票個幾鐘頭之後就承認落敗。佢歸咎選民尋求變革取代保守黨，可惜新民主黨不敵自由黨。佢話會勇敢面對挫折，並寄予對手兌現承諾。Better public transit, better health care, and all of those things that make a better Canada. I understand those dreams that desire for change. And they didn't see us as the agent of change, unfortunately. But as I said, let's work together to make the progressive agenda possible. 周志偉表示暫時未有再參與競選嘅打算，嚟緊或會繼續喺懷亞遜大學嘅教職，同時會爭取更多時間陪伴家人。加拿大選舉辦事處公布，今屆聯邦大選投票率超過68%，創下1993年以嚟嘅新高。根據選舉辦事處資料，喺今屆大選已經登記嘅選民人數達到2560萬，有1750幾萬人投咗票，投票率創20幾年新高，比上屆大選嘅投票率多出7%。有參與投票嘅華裔選民都對結果滿意。
自由黨係幾好㗎。點解自由黨係好？啊，嗱，因為咧，你保守黨咧，我講實在啊，即係佢哋照顧啲大企業啊、投資啊嗰方面係注重啲。我覺得都是人心所向嘛，大家有參與就好，不管誰勝。好啲啦，自由黨上台自由好啲，因為保守黨對移民政策好差。另外，預早投票嘅反應亦都同樣熱烈。感恩節長週末嘅4日就有360萬人投咗票，比上屆多出160萬人。稍後嘅聯邦大選系列，我哋會探討下點解聯邦自由黨會成為大贏家㗎。轉頭見。